讓成交你要知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又有教育機構擴充，今次係租九龍灣嘅寫字樓，到底詳情係點呢？即刻同你拆解。今次嘅成交係九龍灣宏天廣場5樓全層，面積大約係24,198平方尺，尺租係20蚊，即係月租大約48萬幾。新租客係愛培自閉症基金。佢哋本身喺呢座大廈2樓設有校舍同埋圖書館，專為自閉症學生提供雙語課程。而家再擴充租全層，到底點解揀九龍灣呢？20蚊尺價係咪屬於市價水平呢？我就請咗寫字樓部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Salome 同我哋分析一下。教育機構進駐九龍灣呢，並唔係傳統嘅主流，但係近年呢，的確有顯著增加。今次愛培自閉症基金呢，亦都以20蚊嘅租金呢，擴充租用呢個宏天廣場5樓。其實呢個機構早年已經租用2樓噶啦，反映呢對九龍灣嘅高度認可。而選址九龍灣主要有3大因素。第一嚟講，成本優勢，東九龍區嘅租金呢，相對比核心區嘅租金呢，低成30至50%。對於教育機構預算敏感度比較高嘅機構嚟講呢，實在係非常之適合嘅。第二嚟講，空間嘅彈性，東九龍商廈同其他區嘅商廈比較呢，樓齡較新，設施配套完善，每層樓面面積呢亦都比較廣闊。第三嚟講呢，社區需求，比鄰啟德住宅新區，家庭人口嘅增長帶動教育嘅需求。而今次成交嘅尺租20蚊係屬於中上嘅水平，反映優質全層單位同埋教育機構對特定物業嘅需求。九龍灣寫字樓空置率情況有冇改善？對投資者或者用家想揾九龍灣區寫字樓又有咩建議呢？九龍灣空置率短期都會受到壓力嘅，5月份空置率咧有成22.47%，亦都係高於九龍區甲廈平均值14.43%。咁由於有結構性嘅改善出現啦，租金已經比起2019年下調咗30%啦，再加上非傳統嘅行業進駐填補呢個空缺，教育醫療呢個行業亦都需求上升，預期咧會加速區內嘅樓面消化。而對於投資者同埋用家嘅建議，同樣咧就係趁低吸納嘅好時機。租金咧會隨住空置嘅逐漸被消化而上升啦，咁租金上升，售價亦都會跟住上升嘅。投資者咧亦都可以買嚟作長線收租，亦都特別留意下啲低層大樓面可以用作呢個教育同埋醫療用途，租金回報都有成3至5%㗎，同埋最好優先選擇近港鐵站啦，同埋一啲受惠啟德體育園人流帶嚟嘅經濟效益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同我哋一齊傾下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 channel 啦。